最近歌坛有不少双人组合出专辑，包括出道3年的乐团组合有感觉，发完新作品后的2个月，金曲组合慢慢说也发片。不过主唱立德惠日前却在练习彩排空中环特技时，不慎从3公尺的地方摔落，造成2根肋骨骨折，恐怕造成演唱会延期。乐团慢慢说，失眠电影院放映你我的主演日本开始排练与你的走位，打造成慵懒性感的摇篮区。金曲最佳演唱组合慢慢说挑战性感女伶的唱腔，就连 MV 都很与众不同。乐团慢慢说，因为我有在练空中环，那时候影片可能放了我喜欢的音乐，可是就会有版权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讨论说，我们要做自己可以跳空中环的歌。主唱立德惠日前在彩排空中环特技时，从3公尺处摔伤，造成2根肋骨骨折，恐怕造成筹备已久的演唱会延期。虽然是2人乐团，不过主唱立德惠身兼吉他手，沈志芳则是吉他兼合唱，相辅相成。2016年出道的有感觉乐团也是只有2位团员。乐团有感觉，虚拟世界，醒醒吧，认清这个虚拟世界只是个假象，就算不断上演。有趣的是，团员竟然都有明星脸。乐团有感觉去跑商演的时候，有人就说北李佳薇就对他喊李佳薇。有一次校园就有人对我喊曾沛慈，我好喜欢你，我就吓到。其实90年代演艺圈有许多知名2重唱组合，像是锦绣2重唱和凡人2重唱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动力火车也是发展最成功的双人组合，00后的歌坛重现2人团体风潮，尽管团员少，但是好默契也能造就亮眼成绩。